讲到这几天天气是较无稳定，毋过明仔载这方面就大大离开台湾。中央气象署就估计讲，对即马到礼拜雨水会大大减少。另外，即马伫咧菲律宾东南海峡有今年头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未来2天内将有可能结做今年头一粒的风台。毋过气象署也预告讲，这粒风台对台湾影响无大。这几天台北市落乌阴天，伫下班时间就开始落雷公雨。那上下班的人受影响，拜二伫立法院4颗围抗议的民众也压甲淡高高。拜五立法院搁在表决，可能搁有民众行上街头。气象署表示，后面已经豆豆离开，为即马开始到礼拜雨势会转好。明后2天主要都是锋面的远离，不过都还是有些水汽在通过，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都还是有一些不定时的间歇雨势哦。不过午后雨势还是比较明显一点，各地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。特别在明天，在西半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地区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，而到礼拜天，天气上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。另外，目前伫菲律宾东南边海峡有今年第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伫未来24至48点钟内，可能会结做今年头一个风台。估计刷落来会往西北方向，沿菲律宾理想岛上北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大约是以西北方向贴着吕宋岛，之后转为东北方向朝向琉球海面前进，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。不过要留意，在它北上的过程中，预计在下周1、周2，台湾可能会有东半部地区是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机会。虽然风台对台湾影响不大，但是气象署提醒民众，后礼拜有另外一波风面挖进台湾。后礼拜1开始，各地都有西北雨；后礼拜2、拜3影响上明显。那各地拢有阵雨、雷公雨，西半部可能达到大水雨战急，要注意雨水可能露出灾情。记者郭明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